對係值得稱讚嘅羅布羅卡羅斯，咁就好冷靜將個波送咗入網裏邊。韋亞啲後備球員就摸晒頭啦，拗晒頭，卡斯拿斯咧都算鬆咗口氣啦。咁啊而家咧真係此消彼長啦，頭先咧就皇馬咧同對方和住嘅時候咧就覺得時間無多啦，想贏波難啲，但係而家贏住之後咧領先翻嘅時候咧就變咗反而韋爾亞時間無多啦。好戲劇性嘅比賽，但係同一時間咧，其實亦都可以發人心醒地，其實講一句，你睇下團結嘅力量可以大幾多？季中都係呢班人啫，散晒咁滯嘅當時皇家馬德里。但係你睇下季末，其實呢啲比賽咁真係用力咧，係去挽救翻嚟。雖然正如話齋頭先呢一個入球係有啲暈。咁但係你睇到佢成班球員其實嗰個士氣同埋速率咧，同季中嗰陣時好多爭拗咧係好唔同。咁啊，羅伯特卡羅斯咧點解話佢爭氣咧？因為頭先我哋都介紹過啦，今個賽季佢哋都係好不如意啊。咁啊，終於咧亦都喺呢場賽事裏面射入一個關鍵入球。嗱，留意下啲運氣點嚟啦，希古恩推呢段咧就好快嘅，因為壓入中間，咁跟住咧加高咧隔離走過，碧咸呢度甩咗腳，咁樣漏咗，跟住呢度咧。控嘅第一下咧，其實咧都唔知阿加高想點㗎，咁但係佢又叫做咧就及到咧左邊嘅羅伯羅卡羅斯入緊嚟，咁撳佢嗰邊咧就好乾淨利落咁搞掂啦。好啦，咁啊球證咧就一聲長哨啊！今日嘅執法球證係米積道。咁啊呢場賽事咧，皇家馬德里喺補時階段咧，憑藉住羅伯特卡羅斯嘅一腳嘅神來之筆啦，咁啊結果係皇家馬德里咧就係鎖定勝局，3-2作客擊敗咗韋爾亞。咁啊呢場賽事真係咧峰回路轉啊，咁啊非常精彩啦！即係皇馬咧係全取3分嘅。咁啊，皇家馬德里其實今日咧喺戰術上面咧，雖然領先2-0嘅曾經俾人追和，咁但係其實都好合理，因為你作下比賽，對方又有威脅喺下半場，咁變咗咧，其實踢得比較保守啲，同埋縮翻落嚟咧係好正常嘅。咁特別係西甲賽事，其實我哋經常都講啦，佢哋好多中游球隊咧，好多時都逼到特別喺主場啊，係逼到啲超級強隊咧氣都冇得唞嘅。呢場亦都係另一個例子啦。咁而最後嗰個入球係好神奇同埋好具戲劇性，亦都有啲嘅運氣。咁但係無論如何咧，其實大家睇到依家皇家馬德里無論喺士氣上面啦，個團結性上面咧，係比季中嗰陣時有好大嘅改變。咁呢一方面咧，真係反映到嘅足球咧，始終我哋嘅焦點好多時依家就喺或者球迷嘅焦點喺個球星身上，但係團隊嘅精神咧係行第一。係啦，咁啊呢場波咧，韋爾亞雖然係最後輸波，咁但係咧佢哋嘅表現都係值得尊重，尤其係下半場咧，佢哋真係踢得相當好嘅。咁不過咧，縱觀全場整體嚟講咧，無可否認就係皇家馬德里都係略勝一籌。咁即係話佢哋贏波咧，最後係贏波結局嚟講咧，都係合理嘅。咁但係喺贏波嘅過程裏邊咧，就似乎咧就係